驚你啊走寶啦！11萬幾公里嘅卡宴 S 45萬8，呢架440匹嘅，比普通卡宴多100匹嘅 S， 選完配置137萬幾嘅官價，一手車原漆呢冇乜噶啦，因為基本俾我噴過晒，相信我冇噴交俾你嘅話。你都會去噴，有出險記錄，但係零理賠金額。咁我哋都 check 過晒，成部車冇問題，冇換件啊嗰啲剩嘅。第三方黑埋眼都過嘅咧，貼咗呢啲咁嘅碳纖維貼片嘅。佢原車呢啲掣啊，一直就喺呢啲裝飾片嘅保護之下，冇點俾人撳過嘅。11萬幾公里張凳嘅成色，如果係啲日本車早就塌晒啦。嗱，側翼位有少少折痕啦。嗱，唔係鏡頭色差，呢個真係唔係黑龍嚟，叫做板岩灰真皮內飾啊，4萬幾蚊嘅 PDCC。後橋轉向25900，24000幾嘅20寸鈴 PDRS Plus， 即係最勁嗰隻 PDRS，13000幾選配。我仲有咩舒適進入啊、電級門啊、氛圍燈啊，私信我張單發齊晒俾你，通風凳啊成有齊嘅。全程 4S 保養記錄，所以全車損耗件咩火嘴啊、各種油水啊，甚至肌肉膠啊。擺臂嘅襯套啊，全部換過晒㗎啦，唔使驚到你手整到破產啦，因為通常嗰啲車我哋都係批發多過自己做嘅。40零萬想入手呢隻新款卡宴嘅，喳喳臨嚟試車啦嚇！